家好，嗱，之前有一條片咧就介紹咗咧咩叫倍數公倍數同埋最小公倍數 LCM 啦。好啦，呢一次呢條片咧就教大家點樣求咧最小公倍數嘅。有啲咩方法咧揾呢個最小公倍數咧？嗱，主要有三個方法啦。嗱，第一個方法就係列舉法。呢個方法咧其實咧之前咧都有提過嘅。咁陣間會同大家咧溫溫書啦。嗱，第二個方法就係短除法，亦都咧今次呢一條片咧主要同大家咧介紹嘅方法嚟嘅。嗱，至於第三個方法就係利用質因數連程式咧去揾呢個最小公倍數 LCM。嗱，不過咧由於呢個方法咧喺小學4年班係未教啦，咁所以咧喺呢條片咧係唔會咧同大家提住嘅。嗱，先睇睇咧第一個例子啦，就係求8同埋12嘅最小公倍數。嗱，第一個方法當然係列舉法啦。好啦，8嘅倍數有啲咩呢？8、16、24、32、40、48、56、64、72，如此類推啦。嗱，而12嘅倍數有啲咩呢？12乘1係12啦，12嘅兩倍係24，12嘅三倍係36，12乘4 48，12乘5係60啦。而12乘6咧係72，如此類推啦。好啦，咁我睇到咧8同埋12咧嘅公倍數咧有24啦、48啦、72啦，如此類推啦。而當中咧最細嗰個數咧係24，所以8同埋12啦嘅最小公倍數咧 LCM 就係24啦。嗱，跟住咧教大家咧點樣用一個咧短除法啦，去求8同埋12咧嘅最小公倍數 LCM。嗱，首先咧寫翻個除式。好啦，8同埋12有啲咩數可以除得盡佢嘅咧？嗱，兩個都係雙數喎，咁所以可以咧比2去除盡啦。8除以2係4啦，我哋將個4咧寫喺8嘅下面。12除以2係6啦，將個6咧寫喺12下邊啦。嗱，之後啦，我哋睇4同埋6呢兩個數字。嗱，同樣咧，佢哋都係雙數啦，都可以比2咧去除盡嘅。4除以2係2啦，將個2咧寫喺4嘅下邊啦。而6除以2咧係3，我將個3咧寫喺6嘅下面。好啦，然之後我哋睇翻2同埋3呢兩個數字。好啦，除咗1之外咧，係冇數字可以除得盡佢嘅。咁所以我哋咧唔需要再做落去啦。然之後咧，我就利用咧呢個結果咧去揾呢個 LCM。嗱，跟住咧我哋就利用呢一個咧除式啦，去揾翻8同埋12咧嘅 LCM 最小公倍數。嗱，睇睇咧我咧嗰個圖啦，咁睇見唔見到有個 L 字形咧嘅箭嘴啊？我就根據翻呢個箭嘴顯示嘅方向啦，將呢啲數字咧乘埋一齊咧就得噶啦。咁所以啦，8同埋12嘅 LCM 最小公倍數係等於2乘以2再乘2再乘3，咁等於咧2如4啦，3如6，梗係4乘6啦，等於24嘅。多謝大家咧收睇咧我哋嘅片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啦。祝大家啦學業進步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